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5年2月24號，我係 Anna。一次過滿足晒4個願望，去中環食百年老字號蛇羹，買英國榛子果仁朱古力，買馳名蛋撻，同飲招牌絲襪奶茶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喺港鐵中環站 E 出口上扶手電梯，再上一層扶手電梯去 IFC 出口出，向對面行新銀河方向天橋行到尾，落3層樓梯，喺中環食坊中環街市出口出轉左，沿住租庇利街中環街市經過中環中心，然後過對面馬路就係閣麟街，沿住閣麟街10級而上，經過麥奀記就係今日要去嘅蛇黃昏餐廳。我曾經喺中環工作咗20年，今次舊地重遊，估唔到呢間百年老字號依然屹立不倒。餐廳嘅環境呢，裝修都好古色古香嘅，令人有舒服嘅感覺。餐廳唔算太大間，佈置得都好優雅，店員服務態度好好。今日特登嚟試下佢98蚊嘅下午茶套餐。除咗蛇羹3選1，係選咗臘味糯米飯同鴛鴦腸燒賣。蛇羹都幾特別嘅，用個靚靚嘅杯嚟裝住嘅，配料呢都好多，份量都好充足。薄脆都脆口好食，坊間唔靚嘅薄脆會有油益味，仲加咗爽脆嘅木耳絲。蛇絲同豬肉絲呢份量都多嘅，芡汁調教得啱啱好。蛇絲呢加咗一條條嘅檸檬葉呢，味道都唔錯，調教得幾好。就係呢啲細細條嘅檸檬葉，原來呢仲有細細嚿嘅花膠嘅。冬菇絲除咗份量多之外呢，仲好爽腍滑，質素係冇變嘅，冬天進補一流。仲有呢，我中意食嘅臘味糯米飯。都煮得粒粒分明嘅，臘腸好惹味，又唔會太硬。飲腸軟腍之餘，又有臘肉嘅香味，配糯米飯食相當之好。輪到講下鴛鴦腸燒賣。哇！呢個燒賣呢好大粒啊，上面嘅臘腸呢都好好味，同埋呢幾飽滿，一粒呢係有臘腸嘅。另外呢，呢粒係有潤腸嘅，面頭呢係有啲蟹子，潤腸都幾好味。免治豬肉呢份量都多嘅，味道調教得都唔錯，但係略嫌呢有啲肥。裏邊呢係充滿咗豬肉，同埋有一隻好爽嘅蝦嘅，隻蝦呢都幾大隻蝦。呢個下午茶套餐既抵食又可以回味，實在係超值。跟住呢，轉咗擺花街泰昌餅家，見到門口呢好多人排隊，12蚊一個呢，實在係好抵食。仲有15蚊個經典沙翁，各款蛋撻，仲有叉燒酥、老婆餅、老公餅同菠蘿包、大黃酥同雞批，仲有花煎餅、蝴蝶酥、杏仁酥、迷你合桃酥、黑桃片、曲奇等等。蛋撻都保持到好味。隔離呢間 Mr. Sims 朱古力店嘅大部分都係賣英國糖果嘅，糖果嘅選擇呢靚得嚟又多，可以揀到啱先買。其實我唔中意咁甜。有其他一個盒裝嘅呢就係冇揀到香港製造嘅朱古力，試咗3款之後，揀咗 Mr. Sims 英國製造嘅榛子果仁黑朱古力。味道唔甜，又幾好食。我今日係特登嚟買朱古力嘅，50蚊100個 gram， 幾抵食。店鋪呢有各式各樣嘅糖果同埋朱古力，店員都好用心咁為我介紹。英國嘅牌子嚟㗎，係啦，70% 英國進口，當然仲有啲20% 係啲法國啊、德國啊啲糖。Mr. Sims 呢主要係賣英國嘅朱古力同埋糖果嘅。而家連雪糕都有多種款式，任君選擇。呢啲禮盒裝嘅玫瑰花朱古力好靚啊，同埋公仔都幾 Q。 35蚊100 gram， 或者桶裝就100
就28蚊就任裝啦。之後呢，經過蘭芳園呢，見到好多人喺度排隊，好懷念嗰啲絲襪奶茶，所以就都去食個下午茶餐。絲襪奶茶呢都好飲嘅，但係呢已經飲唔返以前香滑嘅味道，有啲失望。呢個鮮牛油戒恩多士呢炸得比較乾，同埋戒恩嘅味道呢又唔夠濃。味道呢都係好一般，同埋呢都幾油膩嘅，食咗都會飽滯。已經揾唔返呢以往嘅味道啦，但係46蚊一個茶餐呢，價錢都係可以接受嘅。以下係今日餐廳嘅 menu， 供大家作為參考嘅。今日中環嘅懷緬行程呢都係開心嘅，回程呢就經過中環中心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